各位同學，你哋好，我係張詠儀老師。唔知道你而家嘅心情係點呢？係好開心、好興奮，定係有啲唔係咁好嘅情緒啊？例如係難過，定係擔心啊？當你感受到一啲不安情緒嘅時候，你又識唔識得點樣去表達同處理呢？今日張老師想介紹一本書俾你睇下，呢本書叫做《彩色怪獸：情緒醫生和他的情緒急救箱》。呢本書嘅故事係講彩色怪獸化身咗做情緒嘅醫生，專係幫大家解決情緒所帶嚟嘅困擾。故事入邊有個小女孩，有一日佢心入邊覺得好似怪怪地，唔係好舒服啊。於是乎佢就揾彩色怪獸啦。彩色怪獸醫生佢就透過咗一啲嘅情緒面譜，等小女孩講出咗自己嘅感受。佢了解咗小女孩嘅感受之後，就再揾出情緒嘅急救箱俾佢睇下。情緒急救箱入邊有好多嘅方法，例如係攬下一啲軟腍腍嘅公仔啦，又或者係擁抱下大自然等等。唔知你又會用啲咩方法呢？不過大家要留意喎，不同嘅年紀、不同嘅性格，處理情緒嘅方法都係不一樣㗎。你可以揾屋企人或者老師一齊睇下呢本書，一齊去揾出適合自己處理情緒嘅方法，然後就放喺你自己專屬嘅情緒急救箱入邊。好啦，有興趣嘅同學，快啲嚟圖書館睇下呢本書，同你嘅屋企人或者係老師一齊分享下。多謝大家。